还有我们今天呢，现场不是只有我跟知颖啊，其实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哦。所以我们待会儿把镜头呢，跟我们现场很多的贵宾美女呢，我们跟她打个招呼哦，欢迎你们来到现场。OK， 今天真的很热闹啊！那我们知颖呢，准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很健康、很疗愈、很养生。很重点的是，它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哦，它几乎所有的料理都会加到一个醋。那我们来跟他研究一下哦，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醋哦？这个醋要什么时候吃？哦，然后要什么时候放？是。那吃醋这一件事情，其实什么时候可以吃醋呢？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。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吃醋，男生也爱吃醋。对对对，我喜欢那种酸酸的食物，尤其一点点醋可以增加你的食欲，然后帮助你的消化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如果买一瓶醋回家，你只是单纯用喝的，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喝个2次，你就会把它摆着。那所以我很喜欢把醋拿来做入菜的这个动作。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菜色都会用到果醋这个。那什么果醋其实都可以，只要你自己挑喜欢的，其实都没关系。第一道的料理呢，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果醋热拌的一个蔬菜跟海鲜。那今天料理的这一些食材，其实自己观众都可以做一些变化。对，里面的海鲜你喜欢的、不喜欢的都可以去增减。那蔬菜也是一样，夏天的蔬菜，笋子啊、绿竹笋啊、红黄椒啊、节瓜啊这一类的，洋葱你都可以自己去增减，都没关系。那其实做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食材你一边做的时候，我要一边来问看看知颖啊，因为它很特殊的是，今天的食材大家看到我们的 recipe 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是用冷冻虾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会用冷冻虾？一般我们不是都喜欢什么活跳虾吗？都是那种，在市场上还要看到那跳活蹦乱跳的，我们才觉得，哎，这个虾会很鲜美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今天特别强调要用这个冷冻虾？厉害厉害，厨娘超厉害，有看到我写冷冻虾，因为一般大部分都不会注意这个。是，因为我会写冷冻虾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都觉得，就像厨娘讲的，活跳跳的最好。可是虾子刚好相反。有时候海鲜是这样子，鱼可以接受活跳跳，因为你渔港看到的刚捕回来活跳跳，非常棒。可是如果虾子呢？因为虾子它大部分我们这种白虾大部分都是养殖的，是。那养殖在养殖池，如果它要把它运送到市场，还是活跳跳，其实它在运送的过程很容易伤亡。哦。那所以在水里面就有可能会去添加一些药物。那它这个运送过程，它就会把药物吸到身体里面去。哎呦，你不要再说下去，我觉得好像很恐怖了。所以我们建议的是，你买活冻，就是冷冻虾。那活冻，所以我们的活冻就是在养殖池活的时候捞起来就急速冷冻。哦。那这个虾子它会保持非常的新鲜。那你要使用它的时候，记得一定是要马上要烹调的时候，我们才拿去冲水退冰。哦，不要说先泡在水里面很久，然后才来调理。对，其实像这个虾子啊，它身上都有一个点点，有没有？是，这就是新鲜的一个象征。哦，对，这样就表示它很新鲜。它在很新鲜、很活的时候被急速冷冻，那它的鲜度就会保持住。好，对，现在知颖要开始来操作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道料理我就很好奇啊，虾子、干贝跟中卷，哪一样要先下，哪一样要后下？其实没有，我们都是一起下啊，是吗？可是你知道我最怕做这个中卷啊，是中卷啊，如果稍微调理不好的话，过熟，没错，然后比橡皮筋还难咬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讲一个重点，就是来虾子，我们把它放下来，你看哦，稍微把它煎的有一点点香气，有一点颜色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是要2次的去烹调它。所谓的2次呢，现在已经有闻到那个虾子的味道，然后呢，干贝的味道也已经出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拿起来，我们只是要它的香气。该不会是吃生的吧？没有，不是吃生的。我知道厨娘不吃生的，所以我们只是先暂时把它那个香气先炒一下。哦。对，要控制它。其实做料理呢，最主要的就是控制生熟度。你的生熟度控制得好，食材再稍微搭配一下，其实就不会太大的问题。OK， 再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海鲜让它半熟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煎出香气。那你锅子里面就会有一点海鲜的香气。那再接下来就丢我们要的一些蔬菜，像我们就会丢一些洋葱、红黄椒，然后像绿色的节瓜，这个都可以把它丢进来。然后呢？为什么你会用节瓜不用小黄瓜？因为小黄瓜它是吃脆的口感，那节瓜呢，它是吃一种水嫩的口感，它不太一样。那如果你用小黄瓜也可以，没问题，都可以。对，然后绿色的竹笋、芦笋，这都可以把它加进来。
那像我刚才有把火关掉，其实在做烹调的时候啊，不用很紧张说哦我的火要大要小要怎么，你把它甚至都关掉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海鲜已经煎香了，是，所以接下来呢，你把食材都摆好之后，再来开火都没关系。知颖的料理很特别，我们现场看不到什么油烟。是没错，然后呢，我们刚才有讲过，我们海鲜的香气已经煎出来了。是，然后蔬菜呢，其实你一下锅把蔬菜，现在蔬菜换蔬菜的香气，我们要的是香气，而不是一个要爆的很味道很重。譬如说把蒜头爆到非常的焦香，其实不用，你只要有蔬菜的香气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海鲜再放进来，对，再把它放进来，你这样就不会过熟了。OK， 这样子就是一起放了哦。刚刚我们是先放干贝，是虾子，是没错。现在呢，我们是3样一起放。调味呢非常的简单，调味就是盐巴跟我们的果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喜欢吃有一点点辛香料的辣味的，就是再转一点胡椒。对，那这边呢，我分享一件，就是其实盐巴最好是用手抓。啊，我最喜欢了。待会你一定要哈那种，我常常看那个网络上在撒盐巴的时候，好帅哦。没有，每一个会撒盐巴的男人都是我的男神啦。OK， 盐巴呢，因为用手抓你才能去控制那个量。有时候你说1茶匙、几茶匙、几汤匙，其实你很难控制。然后盐巴呢，你就是这样撒在食材上面，那差不多每一个食材都有沾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撒好胡椒盐呢，我们再来开火都没关系。对。小火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转一点点胡椒，因为胡椒跟咖啡一样，都讲求现磨。对，没错，那个香气才会够。然后呢，果醋我们刚才厨娘有讲到说，果醋到底什么时候加？对啊，果醋呢有譬如说，像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热的食材熟的之前加，那我们要的是它的酸味要降低，因为酸很怕热。对，酸只要煮过，它就会降低，它的糖分就往上升。那如果你是喜欢吃酸一点的，我的建议是等所有的食材好的，我们再来加一点。那如果是你喜欢吃稍微不要这么酸，有果醋的香气就可以了。那你在烹调食材之前就可以下去让它一起煮，让它煮。对，煮了那个酸就会下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加一点果醋。哇，我其实很喜欢喝这个果醋啊。平常我会自己做什么梅子醋啦，苹果醋啦，是，就是只要是水果可以做醋的，我就很喜欢 DIY 哦。是，但是我通常都是拿来就是说泡开水喝。是，我很少把这些水果醋呢放在料理里面呢。其实水果醋它的果香味跟海鲜跟蔬菜其实很搭。那个煮下去的那个香的那个酸的那个香气就出来了。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香气，其实你有闻到香气，就是香气跟食材它就会堆叠，那个整个那个香气就出来了。对，然后那个厚度就会出来。对，所以现在呢，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只有控制海鲜的生熟度。那中卷我们刚才有讲到了，中卷是最容易熟的，所以中卷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起锅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看一下海鲜，现在再来换看虾子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要去很注意你的食材的它的一个熟成的一个时间，你抓到它最刚好熟成的时间点，这个食材就会很好吃。哦，我刚才其实很怀疑哦，它的这些笋子啊、节瓜啊会不会熟啊？原来它加了醋呢，就代替了水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其实有点在水煮它、水蒸它。对 ，OK， 这时候虾子熟了，我们虾子也给它起锅。哎，你排这么整齐，我等下怎么试吃啊？哎，没关系，整盘都给你。太合我意了。然后呢，刚好我们在烹煮的这个过程呢，醋它也可以浓缩，然后它浓缩完，其实它酸度有点下降。糖分往上跑了，对，那它的浓稠度又增加之后，它就会扒住那个食材，对，太好了，这个食材就会有那个果香味。我相信这道这个就是酸酸甜甜，然后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加糖，对，也没有加味素，对，没错。我们的调味其实只有盐巴，对，没错，果醋，还有呢，刚刚加了一点点的这个胡椒，是，对，那我们料理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完成了。我感觉你的那个干贝好像也是短一短一短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抓的就是它的那个，就是刚刚好熟的那个甜蜜点。我们讲的那个食材的熟成甜蜜点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在家里面呢，自己自制的这个醋嘛，哈，那你就可以像刚刚知颖这样子讲，
有没有简单？我每次看到来宾这个食材啊，跟那个做法的时候，我很想跟他讲说，这简单都不用学了。可是，尽管是这样，其实它的时机、它的 timing 很重要。就是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呢，你这个顺序啊，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刚刚那个呢是虾子先放，干贝再来，最后放中卷。可是起锅的时候是中卷要先拿起来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你要看最容易熟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先起来，然后再来虾子。然后干贝比较大，所以干贝比较晚熟，所以就是一下子慢慢你要拿起你的食材起来，你才不会一起锅的时候会有很熟，有的不熟，有的已经变橡皮筋了这样。OK， 好。